宏志苑售價115萬至349萬。直望呢度就係德朗村，呢邊啟晴村。入去晴朗商場望下先。Sogo 第二期，同埋咧晴朗商場中間呢笪空地都幾好，唔使咁局促。靚就唔係好靚啊！呢個公園好似好嘥咁啊，荒蕪，乜都冇，都嘥咗。但係有笪空地都好。體育園嗰邊全運會開緊，呢邊都好多警察。行得過嚟呢邊好多警察。間太子茶餐廳759、360。日本城。有藥行。呼籲啲人投票。12月7號。呢個商場有2層，上去望下先。有家庭用品，都好大間。寶豐餐廳，好大喎呢間餐廳，因為都鋪好大間。君豪餐室，呢間裝修係靚啲。學生餐50，下午茶，下午茶貴唔貴咧？點解冇下午茶嘅？有間酒樓，茶皇殿，點心21蚊、20蚊、19蚊。2餸飯都有，32蚊；3餸飯39蚊。自選單餸39，雙餸45。有海鮮食喎，長腳蟹198，要1蚊燒鵝，1蚊雞，1蚊燒乳鴿，慢食。呢個商場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有大家樂。晴朗街市入去望下先。
包點，有兩餸飯，呢都幾乾淨喎呢個街市。個地下都好乾爽。海鮮好生猛，60蚊條番。藍蟹148蚊斤，紅蟹98蚊斤。有奄仔蟹喎，75蚊隻賣晒。蛋一，而家4點幾開始賣餸啦，啲人。呢街市有間髮型屋嘅。有雞，有餃子喎，手工餃子，花店都有。返嚟大家樂。都幾多嘢買嘅啦，呢個街市唔好睇佢細細地。呢邊啊，駁埋呢個德朗村、德朗商場啊，呢邊睇下咩睇先。呢度有個平台公園，德朗商場。同晴朗商場係黐埋，有天橋幫埋。呢邊係有個遊樂場。對面晴朗商場。晴朗商場。街市樓上就係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，行下百佳先。哇，幾多人喎呢間百佳，好似好大間，都係唔行。有 lift， 搭返電梯落去。呢度好住。就對面馬路啫，橫照道公園房屋第2期就喺對面馬路。
第一期就係今期嘅綠置居，宏志苑。宏志苑一共有3座，最平115萬至349萬。有間麵包，港南食堂茶記。休閒下午茶2836，雙拼即食麵40，豬扒42，最貴42，最平28。一過馬路就係麗晶，圍宏照道公營房屋應該過嚟呢邊會近過去啟業，可能過啟業仲遠。陣間入啟業行下先，真係好方便喎！過嚟啟德呢邊，一過馬路已經有2個商場。唯一最耐就係等過紅綠燈位。啲阿伯係咁衝燈位，越嚟越大風。呢個等位咁耐嘅，西裝人衝，起碼10分鐘。呢個等位咁耐，一過嚟就麗晶啦，宏照道第2期就黐住麗晶。呢邊行過麗晶商場，過去行下。以前麗晶商場就好旺嘅，依家唔知旺唔旺啦。啲德朗商場應該仲快過行嚟麗晶商場。我諗應該冇咩行嘅麗晶商場。107呢度有站。
哇，行嚟麗晶商場都幾遠喎。錢大媽有間泰國菜喎，呢個麗晶商場後門。